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3月26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9节到29节，申命记26章第1节到第8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半过节。半过节到底是什么款的意义？什么时阵开始？圣经的记载，根据这个记载是讲，半过节开始伫这个出埃及的第10个灾难开始，就是讲伫圣经所记载这胎大囝的灾难，这是10个灾难伫出埃及的中间。咱可能会当先对这个胎大囝的灾难开始来讲啦吼。对结果来看，就是讲，埃及的王子啦，埃及的百姓啦，甚至这个埃及的这个头前生的精生啊等等，拢死吼，拢死。这是迄个胎大囝的灾难。到底咱要安怎看这个胎大囝的灾难？因为若照记载就是讲，以色列人拢受到保全。这个灾难到底是特别为着非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吗？或者是讲会当有另外一种的思考？因为呢，有人安尼来质疑讲，哎哟，恁的上帝是偏心的啦吼。那会当讲吼，这个灾难敢若迄个埃及人，还是讲敢若以色列人吼，会当受到保护啊，希伯来人敢若这埃及人吼，非以色列人吼，受到这个灾难吼，是这个大囝啦，还是讲头前啊吼。但是咱去看讲后续的这个经文，讲到出埃及这个人数中间，迄个圣经的记载就伫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37到38节。伊安尼讲着以色列人对南西一直行到这个所甲因无算这个妇人人甲儿童，敢若是这个查甫人吼，会当战争的查甫人，都已经有60万啦吼。第38节讲吼，这中间有济的外族人吼，这是迄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啦吼。甲牛羊甲因做伙行，咱这38节讲有济的外人甲因做伙行吼，精神嘛吼。所以这个中间讲有真济外人伫和合本的翻译是讲有一寡吼南杂的非以色列人的意思就对啦吼。那照安尼记载讲，上帝偏心保守以色列人，这种的讲法是无基础的啦吼，行袂掉吼。所以根据出埃及记12章第4节，咱去看到讲，如果因厝的人少，伊规只羊食袂完，伊就当甲厝边来分一只，用这个人数甲食量来分配。伫当这时，毋是干那以色列人做奴隶吼，当这时其实还有其他狩猎的非埃及人拢做伙。这个就是37节、38节所咧讲的，这个南杂的人，或者是讲外族的人，所以会当知影啦吼，咱会通知影讲，这会受到保守的，毋是简单以色列人尔。所以迄个论点是徛袂掉吼。好，咱来倒转来了解这个半过节啦吼。半过节是啥物呢？咱当然讲到这个半过节就是搬过迄个苦难，就是胎大囝的苦难嘛吼。是讲
也是讲咱基督徒来讲，讲将来咱所要拄着的困境，咱无法度脱离的代志，咱拢需要听候上帝的旨意的显明。这个苦难伫当这是啥物意思？毋是上帝咧讲迄个旨意，我敢若要杀埃及人，安尼毋是这个吼。啥物是迄个苦难？迄个苦难其实就是当这是因所面对真严重的瘟疫，迄个严重的瘟疫。但是借着迄个上帝的保守，有人这就是后壁第三项要讲的，讲选择上帝啦吼。埃及王法老甲伊背后的正神明，伊想要用后壁正神明来甲上帝抵抗，伊可能伊后壁有10个神明，所以伊用10摆甲上帝抵抗，然后拄着10摆的即个灾难。因认为因的巫术，这巫术甲即个神明的力会当赢过以色列的上帝。但是摩西甲以色列人所选择的上帝，听上帝的命令，遵守上帝这诫命所宣布的这个诫命去执行所以因就安尼来赢过来赢过这个苦难，这个灾难，还是讲咱讲这个瘟疫啦吼。厝年的人来共同做伙，所以因做讲食这个大罪，这个羊羔一家人组织做伙，彼此扶持来赢过这个苦难这是赚羊了后一个真重要的过来，甲人相甲分享。出来入去第4章，咱拄则读过，以及37节甲38节这个经文咱讲到因毋是干那家己做伙，世俗人少会当招边仔的人做伙来分享，但是咱注意来看，伊无限定是以色列人，是讲厝边，利用厝边。过来就是讲用伊的火，羊仔的火来抹伫门楣顶悬。这个意义就是讲，借着大罪的这个羊羔的火所牺牲的，要来保守，要来保守，好像像耶稣基督迄个火代替世间人的罪，互所有愿意相信、愿意群对救主的人，拢通得救。伫信仰的意义来讲，就是讲耶稣基督伫搬过节受难，因为伊家己要伫成做迄个大罪的羊羔，为了世间人的罪受定死伫十字架，互人无搁再陷落伫迄个困境的中间，救人脱离迄个凶恶。耶稣基督伫搬过节进入耶路撒冷，受着迫害，代表就是亲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伊成做迄个大罪的羊羔，退休的羊羔，伊用伊的性命甲伊的血来成做世间人的保护，脱离凶恶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恩典并毋是干那以色列人有尔的，所以伊我们绝对毋通安尼想嘛毋是以色列人有，嘛毋是干那基督徒有，是所有愿意相信、愿意跟对行出人生出来救的人，拢会当得到。这就是格外真正的意义救恩的恩典。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到第2，19到29节。申命记第16章第1节到第8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到第11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逾越节。那
圣经里面在讲的逾越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圣经的记载，逾越节是开始于这个出埃及的记载里面，是在第10个灾难所出现的。这个灾难就是杀长子之灾。我们先可能要从这个圣经的记载逾越节来思考所谓的杀长子之灾。从杀长子之灾的结果来看，埃及的王子、人民以及所有的牲畜的头生或是长子都死掉了。但是在以色列人这个部分，好像全部都被保全了。因此，有些人就质疑说，这个你们的上帝是偏心的啦，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让种族歧视啊？为什么只有埃及人呢受害呢？希伯来人却都没有受害？那事实是如此吗？根据后续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这个点人数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一直步行到苏哥，不计算妇女和儿童，光是男丁就有60万人，许多外族跟牛羊也跟他们一起。这是出埃及记12章37、38。这其中所谓的外族人，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是闲杂人等，意思就是非以色列人嘛。那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记载，那一些说上帝偏心的这样的论点，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第4节的经文来看到，当时候在讲逾越节一起吃宰杀的羊的时候，他说，如果这个家里的人少，吃不了整只的羊，你可以去邀请邻居来分一只，以人数和食量的比例分配。其实我们注意看这一个出埃及记第12章第4节的经文，他说与邻居，他没有讲与希伯来人邻居是谁？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那种帝制的国家、奴隶的时代，他的国家里面的奴隶都不见得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只要是非埃及人，只要是被抓的都是所以这个的条件是邻舍，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当中，除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其他的族裔。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逾越节第一个，我们从逾越节的记载里面知道，它是一个逾越苦难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度过苦难的。其实杀长子之灾就是全面性的，所以才会需要杀羊涂羊羔的血在门框挡上面所以才会这样度过，才有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就是说，帮助我们这个跨过所遇的困境或是说没有办法挣脱的事情，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等候上帝的旨意显明，并且是愿意跟随第二个就是说，杀长子之灾其实是一个瘟疫，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不过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选择了依靠上帝。这个就是第3点我们要说的，因为以色列人选择上帝，埃及的法老他选择的是依靠他背后的神明偶像，他用10个众神来抵抗上帝的能力来抵抗上帝的能力。他以为他们的神力可以胜过以色列的上帝，
但是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却选择听上帝的命令，遵守上帝所交代他们的诫命去执行。然后第4个，我们看到家人同难，就是说一起一家人能够聚集一起来彼此扶持，来胜过苦难。第5个呢，我们看到是跟人分享。出埃及记第12章第4节以及37、38节所说的，他们并不只是自己独享，上帝要与他们与别人同分享。第6点，羊血来这个涂上在这个门框当中，这是代罪羔羊的血，用来表达是代替世人的罪，让保护在这个血所涂抹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人，使凡是愿意相信、愿意跟随救主、愿意一起的人都可以得救。在信仰上，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受难，因为他自己要成为那个代罪羔羊，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使人们不再陷入在那种困境里面，救人脱离那种凶恶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接受迫害，代表了他将要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用他的生命跟他的血涂抹在我们生命的门框当中，带领世人脱离凶恶的这样子的救恩。所以这个恩典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到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更不是所谓的只有基督徒可以有的得到的这个救恩，而是所有的愿意接受、愿意跟随的人都可以领受。其实这个就是复活节真正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得到的上帝救恩的一个恩典。